我用咗2年零2個月到啦，我就成為香港第一個跑晒全世界7大洲加埋北極嘅香港人。去到2016年，我就正式開始去計劃成立極地同行呢個平台。我從來都冇覺得我做任何決定係衝動嘅，因為每一次我都有充分嘅計算、充分嘅對嗰件事情嘅了解。就算我做唔到，冇嘢輸嘅，係啊。咁我只係選擇我放棄可能我嘅所謂嘅100萬年薪，去放棄我嘅金融嘅事業。其實人生一定有取捨嘅。我而家覺得緊要嘅係，我好希望喺我有能力嘅時候，我想將大家聯繫起嚟，換嚟嘅係社會嘅共融嘅進步。我係盧俊賢，極地同行嘅創辦人。我覺得追夢唔係一個遙不可及嘅目標，每一次嘅嘗試都係學習，而喺追夢嘅過程一定有得着。我好記得喺2011年報咗呢個撒哈拉沙漠250公里嘅超級馬拉松嘅比賽，當時咧我係未跑過步嘅，跑過2次10公里嘅渣打馬拉松。我喺7日裏面要完成254公里嘅距離。每一步都好痛，每一步都好辛苦，因為我成隻腳都係水泡，一路跑一路流血。我遇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殘疾人士，佢有聾人啦，有盲人啦，有截肢者啦。佢比我可能痛10000倍，佢比我可能辛苦1000倍，但係佢都係好堅持咁樣去向住個目標進發。最深刻一定係嗰班法國嘅消防員，佢哋10幾人㗎，一齊推住一架人力車，帶住幾個輪椅人士一齊去穿越呢個沙漠。但係有一晚咧，我真係爭啲要放棄，因為我喺沙漠度蕩失咗路。但係好彩咧，我對嗰班推住人力車嗰班消防員個印象特別深刻。結果我跟住佢哋嘅車太肯就翻去終點。我第一時間係諗，我好多謝佢哋。如果冇佢哋嘅參與，就冇我完成到呢個比賽嘅可能。呢一個畫面，呢個行動對我最大嘅啟發係，原來我哋唔好睇小自己。我哋每一日做嘅好事，每一日行嘅善，都係會對個世界有好大嘅影響。我去過南極啦、北極啦、南美洲啦、非洲啦，最長咧我參加過嘅極地比賽係500公里。喺零下50度嘅環境，帶住一位盲人，一齊去挑戰呢個極地，都係好希望用生命影響生命。去到2016年，我就正式開始去計劃成立極地同行呢個平台，就係入學校去做分享啦。我哋都搞一啲咧長跑比賽啦。第3樣服務就係我哋會聯繫唔同類型嘅殘疾人士，同埋我哋嘅青少年、中學生、大學生一齊合力推住人力車，去到境外，去到戈壁沙漠、吉爾吉斯，我哋亦都去咗新疆，去到體驗生命之餘，亦都去到當地嘅一啲殘疾嘅機構做訪問。有一次咧，真係好感動，我哋一班人去完戈壁沙漠，其中一個中學生，佢本來係一個好冇自信嘅細路仔。但係咧，衝線之後咧，佢對住個鏡頭講：哇！我100公里啊，100次想放棄，但係有一個聾人同佢打手語，叫佢加油，佢就突然間有力去繼續啦。呢一個分享，呢一番説話真係好感動到我。極地其實就係人生嘅低谷，人生嘅低潮。我哋好希望咧，嚟自唔同背景嘅人咧，都可以喺極地裡面同行。互相學習，互相影響。都有人問我，喺我嘅人生裏面都經常轉跑道啊，我有咩動力驅使我成日都接受新嘅挑戰呢？咁樣，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得一條命，每一個人都係得咁多時間嘅啫。咁係咪應該去盡量去體會多啲唔同嘅人生嘅經歷呢？所以喺1年之前，我就同我嘅好朋友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，我哋一齊搞咗中國香港旱地冰會總會。
喺啱啱過咗嘅全運會，我仲好有幸成為旱地冰壺香港隊嘅領隊，帶住5位隊員一齊去到廣州比賽。我真係學到好多嘢。原來咧，我哋唔係淨止輪椅嘅人士可以參加旱地冰壺㗎，佢哋仲有聽障組啦，仲有智障組別啦。而家我哋好努力咁樣籌備緊智障組別嘅港隊代表，所以咧，我喺未來都會繼續喺傷健共融社會推廣方面繼續努力嘅。